针对着外界关注的国会集权修法失宪案，宪法法庭今仔日有宣判，这总统国情报告内面的定期报告随问随回答判决违宪，而且表示国会罪也是违宪的。另外，这人事动议权，也有这国会调查权、国会听证权是部分违宪。若反质询的定义，这宪法法庭判决指出讲，用问题来回答问题，含厘清质询的问题是无构成反质询的，带条件合宪，法则的部分是违宪的。大家拢伫注意的国会集权修法失宪案，宪法法庭2号正式宣判。其中上受关注的总统国情报告判决指出，伫本质顶面虽然无违宪的问题，立法院应邀请总统国情报告，严过总统无出席的义务，是毋是要去，抑个报告内容甲范围，拢由家己来决定。立法院也无权询问总统，也是要求答复。定期报告甲一问一答违宪。立法院听取总统国情报告时，无指定国情报告内容之权，亦无就其国情报告内容对总统为询问，要求总统答复，其立法均逾越立法院宪法职权范围。因若其他部分，国会调查权部分合宪，部分违宪；国会听证权部分合宪，部分违宪。宪法141条之一藐视国会罪判决违宪，人事动议权是部分违宪。其中国会调查权部分，大法官认为立法院设调查委员会合宪，严格调组专案小组，刑事调查权甲调阅权已经违宪。不管是在裁判确定前后，这个部分都涉及到宪法机关行使职权的核心，并不是立法院它的调查权行使的范围。反质询部分判决指出，以问答问甲查清楚质询问题无构成反质询，严格规定，互质询的人袂使拒绝提供资料，不得缺席，也受其他藐视国会行为，也佫有法则的部分。此外，立法院宪法职权判决违宪。被质询者他完全进行主客意味，把立委当作被质询人来进行的情况，这个还是可以想见的。而当有这种情形出现下的时候，他仍然可能会构成反质询。主席可以制止官员进行反质询这个部分，我们是保持合宪的结论。因为宪法141条之一藐视国会罪原本规定，公务员伫立法院听证也是接受质询时，做虚伪的陈述，应处1年以下徒刑，拘役也是20万以下罚金。大法官认为无符合宪法，最后手段要求宣告违宪，马上失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